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日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安。先来看今日新闻重点：屏东核三厂中岛火灾加载已经拍花，无辐射泄漏的问题。台中第5市场昨嘛火烧，原因是搁来调查。南投林内乡山区落大雨，溪水涨悬，有民众掉伫溪中。二万代游乐区道路崩山，暂时是无开放。美国国安部门表示，已经甲乌克兰讨论到后一轮的谈判。泽伦斯基嘛表示，甲美国合作是讲了真有进展。新闻一开始，先看屏东的核三厂中岛是通报火灾，加载是随着拍花。消防表示，这烧起来是这废厂房后壁的水塔，怀疑就是因为这施工喷火枪才会无细力来导火。台电嘛表示讲，这导火是停用设备，未影响到发电，嘛无辐射泄漏的问题，请民众放心。为远远的所在看过去，阵阵的乌烟一直为核三厂内底沁出来。顶部11点23分，屏东县消防局接到民众报案，讲第3核能发电厂火烧。消防局连续出动12车21人去现场拍火，因为核电厂火烧乌烟真大，相关单位拢无通报顶面爱疏散。恒春顶面代表会主席赶到现场是非常的不满，现场爆发激烈的冲突。马上下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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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请你下车，麻烦请你下车。现场真紧张，加在火伫11点50就拍花，无人受伤。原来现场是施工人员伫废弃的厂房外面伫挂铁啊，疑似火车无细致去碰到边的废球，地势水塔就火烧起来。虽然火真紧就拍花，不过第一时间拢无人出来说明状况。电厂人员佫甲代表会主席甲媒体拢挡伫电厂门口。我问你一句话就好啦。主席，那个有没有通报？参访规定哦，我可以。你有通报未啦？通报可能要会，应该是有的，那公安组应该会回报。你们个从消防公所甲代表人收了，无收了啦，通报。或者百姓一个安放心的一个对袂，拢无讲啊。这个就拉惨的。系啊，小可是非常的落惨，是小可落惨尔。台电表示，火烧的是空压机厂房南边的水塔，离2号发电机大约也有50公尺远，因此未影响到发电机组的安全，嘛无辐射外泄的问题，请民众放心。落尾台电也当机由8位代表进入电厂，了解这摆意外发生的过程。不过因为无即时通知，官府也决定要裁罚台电10万块。记者柯家族、柯朝阳屏东采访报道。今仔伫咧台中的西区第5市场，昨嘛是火烧，消防队内底有救出一个行动无方便的士大，加在送医了后是无大碍。另外伫咧西屯的一栋大楼，透早嘛是着火，内底住户救出来人拢平安，这着火原因是搁爱调查。大火甲天色这甲刚刚规排的铁厝着火烧，消防人员赶紧抽水线转水降温。另外一边传出有行动不便的士大人，因为真惊吓，所以警消人员赶紧甲伊送病院。3月7号暗时11点外，台中市西区第5市场传出火烧，高烟直直冲出来，甚至阁传出爆炸的声音。消防人员出动10个单位去到现场抢救，也毋过因为铁厝的店面大多数拢烧牵连，阁加上建筑物伤旧啊，也互火势炭烧愈紧。因为它的夹层都是那种木造的夹层，所以它燃烧起来其实是2楼的部分它其实是都有燃烧的情况。是幸好说它16号旁边它是RC 的建筑物，所以那个建筑物是没有燃烧的。等到天光了后，受灾的店家登去到店面甲看，市场主治会表示，估计有12个单位受到影响，其中包括真侪有名的点心店。头家看到店面全乌有去，烦恼生意会受到影响。烧较较严重，规个拢烧较空个，全部拢爱停用啊。外面这店铺拢是做美食的较济啦，即个区块
当然对市场啊，包括讲中西区，包括这个周遭影响足大的。如果若像安尼无暂时无营业，这人潮每一天都减掉3成以上。另外，伫台中市西屯区中安路这栋大楼，3月初6透早5点外也传出火烧，导火所在若像伫5楼，因为现场乌烟真高，6楼甲9楼也传出有人掉伫内底。我们在5楼有住户有一个已经跑出来了，那我们陪同他将他妈妈也带出后。消防人员赶紧将受困的民众送去病院，加在敢若小可砸着伤，2层火灾的原因也阁需要火调单位后手继续调查确认。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台南南西站9点外是搁再发生规模5.2的地震，上大震度是有到4级，真侪民众是拢惊甲走出来。气象署研判，这届地震应该算是年初1月2日嘉义大埔大地震的地震尾，最近这几天嘛可能会摇。为监视器看到摇甲真大力，点静一段时间了后，又搁熊熊地动，河南西区的居民是心惊胆吓。惊到啊！规冲出来啊，啥咯？冲出来。对因来讲，迄地动个地动心理压力是唔足大。哦，都唔敢去困。我等我摇诶真久哦，摇真久了哦。啊，你用家家拢走出来啥咯？我嘛是伫客厅遐啦，啊，阮孙俩会看敲电话讲阿嬷，要在南溪了哦，我要惊害。初5暗时9点27分到10点10分，南西又搁发生地动尾。伫咧外地亲戚朋友是赶紧打电话来关心，当地民众心情真复杂，因为年初1月2日地动了后，袂少南西居民毋是去找外县市的亲戚朋友做伙住，都是伫咧厝外口的空地亚大保平过日子。尤其伫咧破损的厝内底生活，到暗时敢若加困伫咧室外的保平内底。地震开始大先呢，安尼哦，啊，大下咁未习惯。大帐篷。区长有来看啦，伊讲要用一个火锅要来菜外口安尼啦。有人家己开钱起火柜厝，因为要等电器是等米29，等人快到。2个货柜真的要弄到好，包含隔热，还有冷气，一些所有种种，40几万绝对逃不掉。为什么一定要租房子才有补助？每个人就放宽灾民每个月。1个月多少？让他们自己找房子，还是住货柜屋，还是买货柜屋？那市政府为了方便灾民来询问相关的事情，所以在我们南西区公所成立一个赈灾护援联合中心，由市府相关局处进驻。那灾民对这次赈灾如果还有不了解或要申请的案件，也欢迎到公所来这边。目前除了医亲，阁有南水桥的宿舍会当睡厝，市府嘛有提供照火柜的服务。总是讲目前也无人申请，大多数居民是住伫咧室外大保平。那市府嘛伫咧区公所成立临时联合服务中心，提供灾民服务。不过对当地居民来讲，想要恢复到较早的日子，也是感觉懵懵渺渺。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因为风面影响，这南投仁爱乡山区落大雨，溪水涨悬，昨昏就传出讲有民众掉伫咧溪中，请消防人员救索啊去救。另外，伫咧二万台游乐区的对外道路嘛发生崩山，公路安全这园区是暂时无开放。上大雨溪水岔漏，一个查甫人掉伫铺轮，消防人员甲索啊约好，准备要带伊渡溪。用力拉，让它有没关系。南投县仁爱乡初5下晡开始上大雨，16岁细念的查甫人掉伫惠顺林场林道13公里9线溪铺轮，被消防员去现场抢救，先后穿救生衫、低头盔确保安全，尾后用要1.5钟才甲救就完。细念的查甫人，佮家己身体无问题就离开啊。约下午4点钟到达现场，发现一名老翁受困于沙洲对面，分队同仁呢立即架设绳索系统，6点左右将老翁成功救出。那老翁无明显的外伤，然后自行离开，拒绝送医。受到风面影响，南投最近常第一时间来上大雨，其中山区上明显，二万台国家森林游乐区连外道路几日发生水崩山。气象署统计，二万台甲惠顺测站最近2日雨量超过100毫米。近日大雨影响，阿万大园区虽然没有受损，但是连外道路有多处泥流发生，为抢修作业。修园到3月7号。
南投林业军事强调，另外车路虽然已经畅通，不过山区直咧落雨真歹时间，为着出入车辆的安全甲时间效率，决定2万台马票甲车漆，已经订房的民众会当全部退钱。公司新闻综合报道。过来关心天气的消息，今日中部以北甲华东地区这雨水也是较济，尤其是加项北海岸，可能是会落大雨。大陆冷气团影响，今日是愈暗愈寒。因为这大陆冷气团落南，今日北部、宜兰、花莲明显拢有转冷，中南部的温度毛降，北部的高温大概是15至17度，中部20度，南部是21至24度。拍算爱到拜六，这天气才会较烧热。继续来看高雄，有家长是指控讲，囡仔对幼稚园下课，这面甲手拢发现有乌青，怀疑就是去老师拍，决定来提告。不过这老师是话冤枉，讲可能是无细力去救着囡仔，又甲手大力才受伤。教育嘛表示，已经请学校去调监师来介入调查。南投的面、颔管、手拢有乌青，互家长惊一个，嘛发现囡仔明显情绪无介好，问了才知影是学校一名代课老师涉嫌体罚。拿我的手叫我自己打自己，但是他现在给我们的说法是，他说他轻拍，已经造成我小孩子阴影了，然后你竟然还可以这么无关紧要的说，我只是轻拍。看完医生回来，他还在那边跟我说他很害怕。家长指控5号长工上课进前，南东换衫的时阵无伤痕，回来了后身躯真侪所在红肿乌青，第一时间敲电话问对方质疑家长，讲到详细伤血汗。6号上午，家长前往幼儿园，老师承认有揪囡仔的手。另外，长工南东客便当客黑白洗的时阵，老师嘛有甲伊阻挡。就是让他手臂去，那因为这个孩子本身就比较好动，所以他脸啊或者是脖子那个部分，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之后要放学时间，因为他常常就会有受伤的状况。老师强调，当时有可能无控制好力道，才互南东乌青，无故意要体罚。不过家长想要了解真相，甲学校调个监视器，说防讲这影响歹去。暂时幼儿园园长有代志讲出，家长甲互指控的老师无达成共识，家长决定要提告伤害，嘛要甲市府申诉。教育局表示，已经要求幼儿园进行校安通报，嘛要保留监视器等相关证据来调查。若是查证属实，会当处行为人上悬60万块。幼儿园即是减招，也是停招等裁罚。公司新闻吴柳婷、柯正俊各样报道。继续来关心，台积电宣布扩大伫美国投资，投入1,000亿个美金。这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跳出来批评讲，美国是摕到咱的技术甲人才，那安尼在台湾到底有啥物好处？总统赖清德是强调，台美双方是互惠双赢，固稳台湾高科技的关键地位，台湾的投资嘛未受影响。高雄市府环保局初步召开台积电扩大器高雄 P4P5厂环评大会，落尾审查通过，后续会开始执行相关的起厂程序。对外界烦恼讲台积电开1,000亿美金投资美国，就惊影响到高雄厂的计划。对此，台积电表示，目前伫台湾的投资计划未改变。外交部长林佳龙是强调讲，未烦恼台积电变做美积电。那我们现在要思考的是，怎么样美国伟大，台湾也伟大，创造双赢啦。这个就是我们外交上面那现在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可是你会发现说，有一些人他们就会把它讲成说是好像我们这个台积电被美积电啊。那我想台积电他们应该也会对外有所说明，怎么样能够技术深耕台湾，产线布局全球。林佳龙表示，川普的外交风格就是美国优先，也若台美的共同利益大，会使创造双赢。也呼吁即阵若亲中义美，颠倒是无明理。不过国民党反问总统赖清德，美国得到生产技术甲人才了后，台湾是摕到啥？台湾失去了生产基地，台湾失去了研发中心。更严重的是，有多少重要的人才即将赴美？政府为什么没有站在前面，躲在后面，让台积电自己去面对这样的风口浪尖？今日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伫党内中常会重新强调，台湾各界拢咧看川普新政，这种团队绝对会伫互惠双赢的关键之下，互台湾伫全球高科技产业真重要的关键地位徛好在。我们审慎拟定对策，端出产业以及财经方案，按部就班，做好最妥适的安排。对于某一些无谓的批评，我必须重申，面对变局，台湾没有分裂的本钱，特别在于国防、外交、
国际经贸事务更是如此。劳动部也表示，第一点未来对台湾的投资计划未受影响，代表本国的劳动市场都未有人才流失的问题，也会创造就业机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日面对中国不断扩大军事，这国防预算甚至是有关到台票将近8条。咱台湾今年国防预算嘛，才干那6470亿，是差人12倍。外交部长林佳龙嘛表示，咱的国防预算已经逐年拢有增加，已经占到总预算的17%。台湾也继续提升防卫力量，展现咱自我防卫决心。中国无放弃武力拍台湾，持续军事扩大，嘛加关印太区域的局势。中国宣布今年国防预算挖8条的台票，那相比咱国的国防预算今年虽然已经提升到6470亿，也是差12倍。双方军事费用增差愈来愈多。针对中国要伫2027年有拍台湾的能力，外交部长林佳龙讲，对台湾有造成压力。2027年后年，这个很有压迫性的。他透过这样的一个时间，来设定某种程度也是建军备战要侵略台湾，但也是一种认知战。林佳龙表示，台湾徛伫战略的重要性，伫3个关键的前线，包括维权民主抗衡第一线、印太地区的前线，嘛是红色甲非红色供应链的上前线。因若中国军方伫疫情了后，增加扰乱台湾的力头，联合战备警巡愈来愈接。2024年，中国就出动5000架次的中国军机，甲2000架次的中国军舰扰乱台湾。陆委会主委曲水正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展新的极权主义，目的是要并吞台湾，嘛是要牵制美国。习政权已大大的改变亚太的地缘形势，例如南海的军事化，推动"一带一路"，镇压香港2次回归，军事扩张威胁邻国，包括日本、菲律宾。以及对台湾军机舰扰台，企图并吞侵略。它新增加的这个国防预算，很可能就是以海空的兵力为优先，其次这是核武战力，用来就是增加它的这个核弹头的数量，用在政治威慑上面，也就是嚇阻潜在可能会协防台湾的国家。针对中国军事费用愈来愈悬，外界解读是要增加吓惊台湾的力头，嘛要压制美国甲日本。有学者分析，中国暗算为陆权国家转变做海上的霸权，军事费用会用来提升海军的实力，甲发展核武。伫无改变对方的想法的前提，达到中国的目的，也有吓惊以美国带头的印太国家。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顶个月带团去香港，即马说传出讲团里有一个人入去香港，随着去用扣去。有花莲县的议员表示讲，这个人是因为25年前伫咧香港有牵涉一寡司法案件，因因迄边应该明仔载就会开庭。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调鲍坤基顶个月18甲月牵手法院馆长市政会，伫立法院新会期开议进前，正低调带团去香港。团员内面除了官府的人员，还有一寡华人的旅行业者。这么团讲，有一位姓陈的旅行业者，伫入境时阵就互港警带走，规家这么也未放出来。据我知道的是，他在入关的时候，他在就是护照在通关的时候被发现。他的这个护照是被注记说有问题 ，OK， 他有问题以后他就被扣下来了啦。不过，因讲这个姓陈的女子是伫咧花莲新光吊福农场做事，家属听到消息，找民众党立委林义君斗3天。外交部长林佳龙初5接受网络节目专访时阵，讲鲍坤基唔那是无权利代表中央政府，也质疑若真正代表政府，那也无法度保护团员。他带人去香港还被有人被抓了，到现在都还没放出来。他如果代表中方政府，他怎么保护不了跟他同团的人？同团的人，一个旅行业者的人啊。哦，真的哦。对啊，现在还被中共关着。这位姓陈的女性，和香港方面指控，伫咧25年前，捌伫咧香港涉犯一件洗钱案件，金额1万美金。因为洗钱税伫香港无追溯期限，才会一入境就被抓。不过日本人讲唔知。他扣押的理由是他在25年前。他可能涉嫌一些司法案件。2月20几号有开一次庭，是那个开完庭以后，因为可能当下的保释的条件，那个诚信的这个我们这个诚信的乡亲他就
就选择暂时不保释。是。然后西九龙法庭就另外再宣布说，3月8号会另行再召开一次这个保释庭。刘伟辉讲，驻香港办事处已经及时提供必要的协助，也会继续关心案件发展，和家属知影上新的消息。公司新闻综合报道。过来看罢免民进党吴思瑶团体，今日是去到中选会来报警，强调讲今日会补送2839件来展现民意。另外，这国民党团嘛表示讲，因当咧讨论要提出反废死的公投提案，民进党是批评讲，因只是要挽救因罢免的规矩。立共相摇，罢免双无。甲要补件的罢免连署书用什么第2号送去中选会，进行罢免案连署第1阶段结果公布。9个立委罢免案无通过审查，带动三摇团体切拉去中选会补件，强调这届送的份数是2839份，展现民意。哪怕我们需要补件，但是我们的补件的数量可以比第一次送件的时候多1件，充分展现出我们支持者对民进党的愤怒。对吴思瑶的不满，对我发起罢免的这位赖先生，他是傅昆萁的前助理，所以在傅昆萁的团队，法律也没学好，然后连数学统计都这么糟哦。吴思瑶颠倒批评进前的查对结果有死亡人数86人，要求台北市选委会应该爱面对可能有假造人数的情形。大罢免日都还未休，尤其是针对民进党立委的罢免人数，第1阶段的人数审查都无通过。那真侪的国民党立委罢免案，特别进入第2阶段的人数，传出国民党党团反制大罢免，要提案反废死、反恐误等公投案。反实质废死的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演绎可能要进行公投啊，那包括不管是联署还是立法院提案，如果提出那个反废死的这个公投，还有反空污的这个公投，不只是台湾民众党，我相信台湾多数的民众是会支持的。国民党为了怕罢免，想方设法要解救自己的立委。国民党就是要救罢免，所以才想要绑公投。民众党团表态，反废死是多数民意，反空污是关系重要民生，那则有提公投的支持。不过另一批评，那样只是想要解救罢免的危机。罗志强表示，当公投决定重大事项，到立法院修法的时阵，就会当有强大民意做靠山，让执政党袂当过闪这个问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北市大业高岛屋3年前申請變更使用執照，甲5樓停車場改做賣場來增加營業空間。民進黨的議員簡舒培就跳出來質疑講，賣事是閣一個金華城的弊案。市府是表示講，這案的停車場變更一切是攏照程序來辦理，並無違法。台北市樹林大業高島屋百貨公司3年前申請變更使用執照，將5樓停車場改建成商場，增加營業面積。不過，民進黨台北市議員簡舒培是質疑變更過程好親像無符合法規甲程序，猶如金華城的翻版啊！第一個是郝龍斌不同意，柯文哲同意了，這樣的這個變更讓廠商獲利，但台北市政府得到什麼？台北市市民得到什麼？台北市的市民是失去了停車空間。簡舒培講，大業高島屋伫2022年啟動改造計劃，不過早伫2010年就送申請變更，予郝龍斌市政府幾落屆鐵鏡。3年後，伫郭文鐵市政府時期，閣再提出申請。迄個時陣擔任台北市副市長的偏金星，伫2021年召開2屆研商會議，現任市長蔣萬安上任了後，許可變更。现在放行核定的呢，都是符合程序、符合相关法规的。而过去郝龙斌市府时代没有放行的，现在蒋市府其实也没有放行。也就是说呢，目前看下来是符合相关程序的。天管处驳回，大業高島屋是早期獎勵投資案，穩準伫私人停車場用地興建商場，必須符合倒目標使用總樓房面積1/3商場、1/3停車場的規範使用。停車場變更商場符合倒目標使用辦法的規定，並無違法。建管處是表示，經過天管處112年1月12日會簽回復，通過初步書面審查，符合商場總樓地方無超過1/3的規定，所以同意大業高島屋進行使用執照的變更申請。
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艺人王大陆涉嫌妨害兵役，检方查案是搁再发现讲，这王大陆另外搁牵涉到唆使伤害罪。警方昨掠到3个涉案人士，是依照伤害罪移送侦办。这3名犯嫌的分工就是说他们本身锁定了被害人的行踪之后尾随被害人并且趁机将被害人以制造事故的方式帮被害人拦下之后才有一个其中一个犯嫌对被害人实施殴打的行为。警方调查，这王大陆去年甲计程车司机冤家，事后甲朋友就去找到这3个人去拍司机，搁翕做影片。昨是检方问过了后，是甲这3个人各以5万块来交保。来看性平3法修正案就路要满1年，妇女团体调查也是认为讲，这女性遭遇到性骚扰，所会当得到的帮助也是真有限，而且部分的企业拄到代志嘛要积极处理，对性别平等的理解有关是真不足。受到性骚扰不一定外伤，但心内所感觉压力有创伤。虽然性骚扰防治法明定主管机关提供被害人保护辅助事项，各县市社会局处拢成立组织的窗口。不过，若伫一场拄到性骚扰，是适用性别平等工作法，但被害人若想要求助，有可能会四界碰壁。立新基金会指出，113年接到1063通咨询电话，但被害人普遍拢感觉更加焦虑。所谓的专线都是经过多次的转线才能够连接上线，那且大部分都只能回答单一业务的问题。那被害人在反复向不同窗口重述这个性骚扰的过程当中，事实上加重了他们的心理创伤跟焦虑感。现代妇女基金会指出，劳动部统计，去年1月到6月性平申诉成立的案件当中，有60%就是事业单位。虽然知影有性骚扰，但却无采取马上有效的补救措施。另外，企业对防治性骚扰的资源不足，提出有效应对机制嘛是一大挑战。基金会就收到中小企业表达焦虑，认为隔离被害人和行为人离实务上有困难。如果双方将他们做一些隔离的话，隔离多久？好，然后还有就是说，这样的隔离也有可能造成这些行为人其实调到了别的部门，有可能变成冗员。对于企业来讲，也造成了很多就是成本上面来讲的负担。现代妇女指出，去年麦当劳发生性侵性骚案，共重罚100万，显示企业不是甲行为人死头路就会当作代志解决。受害人虽然已经离职，但无代表企业就无责任，是要提供协助。而性平3法修正案上路要满9年，妇女团体提出4大建议，包括政府要整合资源，确保被害人的权益保障，提供企业明确的指引，启动立场的辅导等等。公视新闻林建伟配合做台北报道。之前有民众讲，因为对某一牌子的透明喙齿套所害因的齿环来倒救伊，遭自救会讲要讨赔。首相今日是出面强调，因的产品若依照台湾的法规，冇许可证，拢是合法进口。我们一切都是照台湾的法规去申请相关的许可证，让我们的牙套可以入境台湾。那一直以来，我们进来台湾已经5年的时间，所有的产品都是合法进口。那您刚刚有看到一些报关的这些单据，都是顺利有让产品进来台湾的。业者是回应讲，因的喙齿套治疗计划拢需要医生来开、医生来看，这喙齿套才会交予合格厂商来做。若是有部分的人士挑工要伫咧网络中伤，一定会提出刑事诉讼。是由数码强调，会请各地卫生局来合作调查，依法来办理。国际上要紧来看，美国的国安顾问表示，已经甲乌克兰讨论到后一轮的会谈详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嘛表示，甲美国的合作是讲了真有进展。也这法国总统马克龙嘛表示，后礼拜就会去见欧洲的军事领袖，来讨论用军事要继续来支持乌克兰。罗西亚和乌克兰的战火继续拖，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奥德萨，测试又个受无人机的攻击，造成1个人死亡，而且连续2天断水断电。不过，美国国安顾问车5证实讲，已经暂停甲乌克兰分享情报，恐惊影响到乌克兰军作战的能力。We have taken a step back
and are pausing and reviewing all aspects of this relationship. But I just got off the phone before I walked out here with my counterpart, the Ukrainia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乌克兰国会议员表示，虽然乌克兰会当运用家己甲其他合作伙伴的资源来代替，不过美国甚至有能力限制其他盟国来分享情报。更加凄惨的是，美国和乌克兰的会谈破局了后，美国已经暂停对乌克兰军援。不过，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真乐观看待美国甲乌克兰的关系，伊讲和美国的合作关系已经得到积极的进展。 Всі бачать, наскільки швидко розвиваються дипломатичні події. Сьогодні наші команди України та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ів Америки почали працювати над зустріччю. Говорили Андрій Єрмак та Майк Вольц. Є позитивний рух. 展开一面足大的乌克兰国旗，用这个行动来支持乌克兰，甲展现保卫欧洲的决心。后明初六举行特别高峰会，讨论援助乌克兰的国防。布鲁塞尔会场外口，民众示威声援乌克兰。法国总统马克龙初五发表全国演说，表示，若准签洛欧和平协议，欧洲的军队可能会派去乌克兰，确保罗西亚袂搁再侵略。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avec les Ukrainiens et plusieurs autres partenaires européens, et que j'ai été défendre aux États-Unis il y a 15 jours et à travers l'Europe. Et je veux croire que les États-Unis resteront à nos côtés. Mais il nous faut être prêts si tel n'était pas le cas. 马克龙指出，欧洲陆军的参谋总长后礼拜会伫巴黎会面，讨论安怎伫和平协议了后支持乌克兰。不过，对透过扣押罗西亚数百亿的欧元受冻结资产来对乌克兰军援，法国甲英国却传出意见无同，和欧洲盟友的关系出现空碰。公司新闻地为人编译。美国白宫证实，总统川普已经派特使甲哈马斯来直接谈判，讨论加沙停火甲人质的问题。这嘛拍破美国对1997年以来绝对唔甲恐怖组织来谈判的惯例。另外，这阿拉伯国家是决定提出530亿美金来协助巴勒斯坦人来重建家园。美国白宫伫初五证实，总统川普的特使伯勒已经甲哈马斯就加沙走动的美国人质，也佫为了要结束战争20项国家公开协议的可能性，正伫咧直接对话甲讨论。这个消息是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根据来自2位直接了解讨论情形的消息人士首先报道。美国自1997年甲哈马斯列做恐怖组织了，将不直接接触，这嘛川普政府开一个先例。 If the U.S. has a long-standing policy that we do not negotiate with terrorists, then why is the U.S. now negotiating directly and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with Hamas? The special envoy who's engaged in those negotiations does have the authority to talk to anyone. Israel was consulted on this matter. The president has proven is what he believes is good faith effort to do what's righ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随时伫埃及通过一项埃及提出来加沙走廊建好计划，按算伫2030年进行重建加沙，和200万巴勒斯坦人留来，来反制美国总统川普进行所讲的要甲巴勒斯坦人迁出加沙的想法。إننا في المملكة نرفض بشكل قاطع المساس بحقوق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المشروعة، سواء من خلال سياسات الاستيطان أو ضم الأراضي الفلسطينية. أو السعي إلى تهجير الفلسطينيين من أراضيهم. 这项峰会伫咧埃及开罗举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伫咧会议中批准一项530亿美金的重建计划，对此哈马斯表示欢迎，伊实在是拒绝，因为美国是无啥要回应。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全世界头一台用人的脑细胞整合到色晶片的生物电脑是总算现世。这澳洲墨尔本新创公司上新的开发，唔但讲这处理资料速度更加快速，甚至是可能改变咱人对目前医疗领域的理解。这个输入器的图案内底，拢是甲活人的脑细胞甲电脑晶片结合做伙的装置。这是澳洲墨尔本新创的公司 Cortical Labs 伫西班牙巴塞隆纳举行的世界行动通信大会当中，所正式发表的全球第一台生物电脑 CL1。CL1 充满数十万的实验室制造的神经元，有学习的占了，是突破的新技术。This might be an alternative form to silicon to build the future computer out of. And so we take these neurons or brain cells, put them in a computer chip,
read the electrical activity, and provide them a little bit of a stimulus based on the computer program. 2022年 Cortical Labs 成功予培养皿内底神经元学会晓经典的反应训练的电动棒，予学界真轰动。如今 CL1 又搁延伸进化，系统内部配精密的生物反应器，有搁较快速处理资料甲学习的占领，未来甚至伫医界顶开新的突破。Had a patient with epilepsy, and you grew the neurons or the brain cells from them. The brain cells actually exhibit seizures like their donors. And this actually gives us a really good way to experiment and do drug development on a personalized level. 最近几年，人工智慧的应用伫各领域的开发是愈来愈多。另外一间荷兰晶片新创的公司 Inotera 也对大脑得到灵感，厝的门口口脑动静就会启动监视甲警报。We've attached a radar sensor with our neuromorphic chip, and we are doing a human presence detection. We are able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non-human objects like the trees, like the animals. 真侪新创的科技拢是咧卡比人类的大脑，譬如讲，伫人听到某一款声音、食到某一款味的时，脑内底的神经元就会互启动。毋过比起人的脑的使用 ，AI 的能源需求阁会解决。有部分专家表示，快速开发资料处理中心的用电量真大，为了应对气候的变迁，加清气的电力考虑入去是一定爱的。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转来看国内这桃园中立一间飞亚公司，计划伫咧龙潭买地，搁起一间泰鲁工厂，目前是已经通过市府的环保评估，煞是引起在地反对。当地居民认为讲，这间飞亚公司过去就真侪污染的案底，即马搁要来遮起新工厂，恐惊会污染环境。这几片3.6公顷的土地，是中立一间飞亚公司买来按算要起飞亚工厂的。目前通过市府宽评的阶段，不过这间飞亚公司过去有几届空气污染、甲水污染防采发的记录，在地人烦恼飞亚工厂若起落3支大烟筒的污染环境。我当然担心，我们这附近里面都很担心。我们这乡下的空气本来就很好，假如说有这个工厂来污染的话，造成大家里民的那个健康，我们是很担忧的。飞亚公司买来起工厂的土地，挖近联合国中、本树商港、甲大北溪休闲农业区的交界。里长要求讲，工厂若要设置烟筒，就要采取更较科学、甲生态方式来排放。要求市府就要监督这间工厂环保的问题，希望在地莫受到污染。若无，这里民百面会出来抗争。据我们的了解，目前开发单位还没有举行说明会，本局后续会要求开发单位在举办说明会之前，一定要广招居民听取意见，并详细说明，还有做好敦亲睦邻的工作。环保局回应讲，这间飞亚公司起新的工厂的开发宽评案，去年5月通过审查，目前还无收到预告要开工相关的公文。针对民众烦恼空气污染的疑虑，伊嘛讲，若要设置火顶相关的设备，就要依法申请设置的许可，甲操作的许可，有符合相关法律的规范了后，才会当来执行。公司新闻桃园报道。高丽菜是最近咧大出，这价销嘛一直咧落，干那采收的人工成本都袂无够，反而有真侪农民就规气开放互人版来拍熟卖。今年已经72岁林太太，一个人压伫田里挽东北啊，因为82岁先生前一阵仔受伤，囡仔搁伫外地工作，收成的速度实在上慢，互伊真烦恼，所以开放大家来田里采收。总共有差不多4000颗，最好就是自己来，亲身体验也可以还是帮忙也很好，我们来帮忙也可以，都可以的。为了协助林太太挽东北的问题，村长伫网络顶公开招民众做伙参与。最近渐渐开始出现民众来采收，用正俗的价小买去，顺便体验挽菜的趣味。如果能够自己来体验，顺便来采菜我们最比较欢迎。有的村民不方便，像我货车上面也有在帮林大哥把那个菜送到我们的乡民去这样子。除了东北花莲的高丽菜嘛，大出介绍帮盘。嘉南乡的高丽菜田摇菜农开放给民众家己挽，品种是高品质的雪脆，比市场俗一半。雪脆就是尖头的高丽菜，对它吃起来比较脆口这样子。目前开放给民众的话，1颗是20块。像这个尖的啊，之前一拆的那个价钱，有时候拆价就要70、80块。我们去批的，现在已经算是有够便宜的，我们才卖1斤30。
嘉南乡农会表示，当年过年后，高丽菜东北的介绍对大落，目前确实有真侪菜农开放予民众家己办，颠倒入去拍卖市场的较少。这个问题其实唔那安尼，要安怎利用冷链技术保存大出的蔬菜，是真重要的课题。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讲到宜兰头城大溪地区的沙坡是一直咧救替，这天花嘛是一直咧落。在地就烦恼讲，万一若风台来，这海水就规个冲入来，嘛造成严重的灾情。第一河川分署嘛表示讲，最近已经伫咧换边，先放石头来挡，后续嘛继续来想办法来解决。海花的沙坡无去啊，下骹的爆炸角显现出来。和海花直接受到海涌的冲击，宜兰头城大溪地区的海花受到乌石港对体效应的影响，沙坡渐渐消去，连白花表面拢出现闭损。地方怀疑讲，因为海花一直和海涌冲击，地势底部渐渐空气，已经出现小块粘落去的情形。大概风台来，除了沙坡无去，也烦恼海水会涨起来，直接涌到头城市区，危害到居民的性命甲财产的安全。我们住在周边的居民，我就很害怕说，那如果说这些沙石被掏空了以后，那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土地会不会以后也演变成就是整个流失掉？担心海水议题呀、如果议题的话，不只是大坑里一个里，整个旧头城市区可能都会变掉啊。第一河川分署为了解决海涌直接冲击海花、地势海涌四界级的问题，最近甲南洋溪疏通村内的石头搬到大溪海花，按算伫当地启动填石头的作业，长度大约440公尺。因此，我们用大块石去把它制造出环坡，这样子的话，它让接近我们海堤的时候比较不会有那种飞溅的那个飞跃的那种状况。第一河川分署指出，用自然的工法会当互当地海花有一个家，海涌会当较少按算8月会使完工。也若沙坡空气退后的问题，宜兰县府已经启动海花调查，希望会当提出对策。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东新运公园有一座人工的活水湖，最近水底草是愈生愈悬。今年县府是头一届就志工来个校草，用人工先把水面上的草甲剪掉，无想到讲干那半工，就满有2栋瓜才当，意外是清袂了。这礼拜台东活水湖要举办铁人3项比赛，工作人员伫湖中做准备。即马台东准备要进入水域活动的大月，不过捌有选手甲伫水中活动的民众讲，游泳的时阵去吸到水草啊无细字，会去惊到手甲骹。县政府这个月邀请台东县水中运动协会的志工闯入去水中，用手甲水草啊拢抠掉，一早起就清出2栋外的水草啊。有些人对这些开放水域不习惯，他碰到水草，这什么东西碰到我？人工清除有限呐，但是你全部把它清掉也不好。活水湖有1.2公里长，面积差不多11公顷，2至4公尺深。县政府表示，这届清出来的水草啊，长度上长的有3公尺。不过考虑生态保护，将来当用人工把较长的草啊扣起来。未来下无定期监测水草的生长情形，再搁请志工来清除。大概就是固定会在3、4月的活动旺季之前，然后我们也会看，如果后来要长得太长的话，我们也会再多办几次。县政府表示，活水湖变作国内水域活动热门的场所，不过清除水草的工作真专业，嘛真了工，会阁招偌济团体志工加入协助清除这些水草啊。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讲到过去是因为惊日本的小牛症，咱日本牛肉进口限制对一定爱是30个月以下的牛。不过小署当时正式来有个讲，要修正日本牛肉的进口规定，讨论未过限制，引起外界讨论。青国嫩的和牛搭配糖酸日本式的豆油，落顶的时阵，肉香规个冲出来。日本牛肉袂少台湾人介意，不过较早因为小牛症疫情的影响，规定敢若30个月以下的牛肉会当进口台湾。即嘛是有数是研究要取消这个限制。日本在108年6月向我国申请30月龄以上的牛肉输入台湾。这个申请案经过食药署的审查程序，确认食用日本牛肉的风险是可以忽略的。根据食药署的资料，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甲小牛症的风险国家分做3个等级。日本、甲美国、加拿大同款，拢是属有风险会当疏忽。台湾已经伫2021年开放美国，部分大细只牛肉拢会当进口。嘛，伫2023年开放加拿大，日本是2019年申请开放。饲药署表示，经过6年专业评估，认为风险正低。这一类我们最顾虑的是在狂牛症疫区的这些牛只，变异性蛋白普莱红的浓度，它是会蓄积，那年龄越高，它蓄积的量就会越高。到时候有发生状况的时候，要在溯源上面就会比较困难。我们业者就会更多的选择，像是松板和牛啊、神户和牛。那我相信政府也有严格下去做控管。所以我觉得狂牛症的疑虑，政府的话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好的正面的消息。那是荷兰甲瑞典目前嘛是属有小牛症风险会当疏忽的国家。荷兰牛进口限制12个月以下，瑞典是30个月以下。饲药署解释，2国拢无申请进一步开放，目前修正草案需要移过60天，广泛收集各界意见了后续再个评估。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政府要推动式运动部，这中小学体育班的问题是搁再引起讨论。有立委就召开记者会，提出2019年到2022年的会考成绩。讲目前各中体育班5科的成绩拢摕到4的比例，是将近全国平均的3倍。未来这体育班的教育政策嘛，应该详细来检讨。为学校争取公营，对家己升学有帮助。体育班的学生会参加无同的比赛，真侪各种体育班定定透早练习，暗时补救教学。报道者的记者整理，2024平常上课是191天，动员各小有32天伫平常日比赛，举报加上40天，中安各中是52天。平常他们的球队在学校念书的时间大概只有半天，然后仅剩的这半天里面，还有40天被抓去打比赛。读册时间有限，补救教学是无啥物路用。2019到2022会考成绩，各种体育班50的比例要换全国平均3倍。棒球体育生高达36%是摕50，是全国平均的6倍。高达7成到8成棒球体育生，英文数学是无够基本的学历。甚至也有到高中棒球队的时候，英文字26个字母还拼不出来的状况，那么这就令人家非常的难过。一个选手他没有一个自主的表达能力跟思维能力的情况，那他很难再成长。体育班受教权亲像互人三省，立委陈培如建议，体育班升学应该伫咧会考了后来执行，互专任教练考核甲成绩来脱钩，甲平常的日子减少比赛。有一些像年度的赛制、赛程，也许它都已经排定。好，我想这个部分，宣导是可以先执行的。那后续我们在政策上面的部分，也会把这个部分纳进来。体育班无法度正常教学，陈培如讲已经严重到无法度回避，运动部就要成立，已经爱开始反思，政府应该对外来说明未来体育班的政策规划。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劳动部长洪新汉就任100天，这劳工团体嘛特别紧伫这天去到劳动部头前来抗议，嘛发出增加固定假日、家庭照顾假照算薪水的诉求，嘛希望劳动部长洪新汉莫袂记你家己做立委的时所讲过话。洪委员提案增加国假。洪部长要不要支持？行动局针对降低工时的问题，拜是劳工团体伫咧劳动部头前抗议，要求劳动部长洪新汉爱记家己做立委时的承诺，幸福劳工职工的固定假日。劳工团体嘛整理出立委时期的洪新汉，捌提案讲过要甲劳工的固定假日增加到15天，改善台湾劳工的劳动环境。既然洪部长已经当上了这个部长的位置，是不是要把当初跟我们一起在做社运活动的时候的思维放在劳动部里面？除了要求劳动部爱增加固定假日，劳团嘛针对台湾目前无薪水的家庭照顾假提出诉求，因呼吁政府应该提供7天有薪水的家庭照顾假。劳工团体嘛提出当时民进党立委林国勤所承诺的方案，希望立委和政府爱做出行动。1年只能请7天。而且还要并入事假，那不算薪水了哦。很多劳工在经济压力下呢，
申请这个家庭照顾假来照顾家人是不可能的事情。针对劳团的诉求，劳动部回应讲，未来会鼓励劳资双方建立协商的机制，制定合理的工时，嘛会继续透过调整上架工资来保障劳工的薪水。劳动部会持续的努力，包括我们透过最低工资的逐年调升来提高劳工的工资，避免劳工需要透过加班来赚取工资。劳动部表示，针对固定假日、家庭照顾假的议题，目前正在收集各界意见。未来劳动部会徛在劳工的立场，讨论出一致性的诉求。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目前在厝内若是有3岁以下的囡仔，父母是拢会当来申请留职停薪，嘛会当来申请6个月停薪津贴。这劳动部嘛表示讲，讨论要阁增加1个月。不过，妇女团体是认为讲，这津贴袂使用投保薪水，爱用实际薪水来算，才有通来减轻家庭的负担。为着要降低幼稚囡仔的经济负担，目前国内只有性别工作平等法和就业保险法。厝内有3岁以下的囡仔，父母会使申请摇囝留职停薪，而且父母会使同时申请领6个月津贴。劳动部拜三表示，依据今年的修就业保险法，甲6个月津贴搁延长1个月，大约21000多人通受惠，希望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也规划在今年研议修正就业保险法，让临满6个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的双亲在依规定办理育婴留职停薪的时候津贴给付的期间可以再延长1个月来强化经济支持跟提升男性的参与育婴的工作不过，妇女团体是认为津贴延长1个月帮助无介大，因认为咧申请育婴假的规定，应当爱愈有存求的空间。另外，因为目前津贴是以劳保的投保薪水的变成落去计算，会比实际的薪水搁较低，所以民团建议会使改做是用实际薪水来算，才通互查甫申请留职停薪的意愿提悬。因为现在的状况是这2个关键的因素并没有改掉，那也就是说，现在假对很多男性来讲，他还是请了损失很多，或者是还是非常的不好用。那这2个因素因为没有排除，所以但是你又用这个方式的话，其实我们认为上升效果是有限的。民团表示，根据国外研究，请假期间的收入甲育婴假这2项拢是男性愿意请假伫厝里照顾囡仔的2大关键。民团建议政府会当先对这2大关键进行改革，安尼才搁加上未来延长津贴的政策调整，通互父母减少请假的烦恼，减轻家庭负担，才是较好的做法。记者张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有学生团体根据第一线观察学校本土语言教学状况的经验，来编出一本语言文化教育政策白皮书，讲要互政府来做参考。建议咱就应该针对无共程度的学生来分别教学，嘛要加强补助这本土语言的出版，来营造整体社会本土语言的友善环境。自111学年度本土语言课列日考公必修开始，不时引起侪家长讨论。由各地学生组成的民间团体 @youth， 根据因第一线观察台湾本土语言的教学状况，因提出语言文化教育政策白皮书，对政府的语言政策提出建议。亲像因发现，教学现场常发生学生基础差伤济，致使教学品质无好的问题。因建议通按照程度分级教学。在假设你有6年台语基础的程度下去编撰这个课本，但可能很多人国中第一次看到台语课本，那就会对这样的内容产生学习上极大困难。学校人够多的话，它可以直接分班，可能光是一个台语或一个客语，它可以分成3个不同难度的班。目前本土语言课程在中小学阶段是必修，高中嘛有2学分的必修课。脱离基本教育阶段了后，民间团体也建议要更加积极去推动本土语言的社会环境，亲像鼓励大学开设本土语言课程，扩大补助本土语言艺文出版品等等。本土语言文学是较无市场的，这是现实，所以咱希望政府会当补助和本土语言文学会当搁继续的出版甲创作。文化部、教育部嘛有派人参与，各教院针对教学状况回应，要咧想办法改善台语程度差异化的分级教学。其他部会嘛表示，会甲民团的建议甲反映的问题早点去讨论。至少今年我们就编了15亿，然后再推我们整体的这个本土教育的部分。那我们目前大概已经培育了大概2.8万名的这个本土语的相关的师资。学生他有可能在不同的一个学习阶段会选择不同的语言来进行学习，那这边的一个落差就会产生，所以这个部分都需要我们继续要积极来努力，就是说如何在
教学现场去做一些比较差异化的教学。另外，民团也呼吁立法院赶紧通过国家语言发展中心设置条例，和国家语言发展中心成为发展本土语言的核心单位。现场有出席记者会，立委表示会在新会期赶紧推动。记者官林玉凯台北报道。下晡报天气车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4度到16度，中部地区13度到18度，南部地区18度到26度，东部地区15度至24度。外岛地区8度到16度。过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安，那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公司台记台拜六暗时11点来看暗光照电影院。我敢知影，阮老爸迄个时阵，如果是惊到底。初八走找小偷家。什么角色？敢有参加什么